細個嘅時候咧，就經常喺屋企後邊山度咧就通山走，咁樣亦都因此培養咗行山嘅興趣啦，同埋影相嘅興趣。喺呢個馬油塘咧，自條景嶺呢一段山路咧，其實咧係一條古道嚟嘅喎。大家留意到咧，其實兩旁咧原來有好多嘅公仔嘅喎。呢啲公仔咧，其實可以諗下，即係可能30幾年前咧，有一個老人家佢擔啲泥沙咧，就會喺呢度咧，按住佢自己嘅構思啦、想像啦，去做咗好多唔同有趣嘅公仔出嚟。咁咧就好多時，如果我哋行山人士咧經過嘅時候咧，就其實匆匆忙過，都冇留意到兩旁咧原來有啲咁得意嘅公仔啦。當我發覺咧，我小朋友一出世咧就有心瘤病嘅時候咧，我咧就冇將佢韞喺溫室入邊，調翻轉我就透過行山咧去培訓佢嘅體格啦，同埋佢嘅培養佢多元化嘅興趣。我睇到咧佢嘅轉變係好大嘅，佢咧就由一個相對咧即係體弱啦，或者係比較冇咁大膽啦。其實喺行山過程入邊咧，慢慢係鍛鍊到一啲嘅活潑啦、毅力啦，甚至係自信心翻嚟嘅。其實令到你感覺到即係我應該同多啲人去分享，鼓勵多啲一家大細去親近大自然。你會睇到好多植物啊，或者係昆蟲啊，喺啲魚海嗰啲逆境入邊求存咧，其實就會刺激到小朋友咧，即係佢個發奮啊，或者佢嗰個抗逆能力啦嚇。咁呢啲其實有輔導之下咧，其實咧唔單止係個小朋友進步，個家長亦都會咧從中咧都係咧學識到點樣同個小朋友去相處啦。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親子關係咧喺個大自然入邊咧，或者我哋透過一啲活動行山啊咁，其實可以咧確立得更加好咯。我哋會發覺咧，其實小朋友咧，佢喺行山或者同其他小朋友咧追逐嘅時候咧，嗰種天真無瑕嗰種笑容咧，咁或者佢即係不斷去問你好奇，對一啲周圍嘅事物好好奇嘅時候咧，又作為父母係好開心嘅嚇，因為咧即係如果一個即係好沉默或者一個好被動係好裙帶嘅小朋友咧，其實就而家即係個父母就仲擔心咯。我會發覺咧，即係而家多咗家長咧，佢會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喂，我參加咗啲親子遊啊、行山活動啊，會唔會有證書啊？咁樣咁我發覺咧，其實原來而家啲家長咧，即係可能即係會比較短視咗啦嚇，為咗某一啲嘅利益原因先嚟參加，而忽略咗其實可能呢啲嘅親子遊或者行山活動咧，其實對個小朋友成長係好重要咯。呢棵好似係嗰個刺桐。而行山其實咧對我嚟講咧更加重要就係即係令到我咧一個興趣變成一個事業，係啦。咁啊一個其實即係表達能力咧都唔好嘅人咧，甚至咧有機會去接受訪問，甚至去出書。咁呢個係其實咧成個過程入邊咧，原來都係行山令到我有咁大嘅改變咯。